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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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什么意思啦？佮咧唱歌哟？毋是，今仔日要介绍恁好节目，哦阮无卖药啊，无卖药啊。好节目就对啊，对，这两项节目嘛，当讲是一种生活上的好药。生活上的好药，啊是当有啥物效果咧？看看心情会较好啊，会较心息啊，是创啥？袂歹哦。对啊，但是所以到底是啥物好节目？就是有项无想要讲啊。恁哪安尼啦？因为我感觉我讲袂赢迄个人，所以我叫迄个人等下甲你讲好啊。好，无问题。好，安尼你先开场。好，我来开场。请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大家带开的 Podcast 节目，来听黑白边。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了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，也有甲观众朋友写的批用台语念出来的。听众朋友啊，你甲听看卖，我今日听到这个人要来，我规个人已经是这种感动，甲你哭，你看我就用这种声来。你莫假，人伊听袂落啊啦。好啦，听众朋友哦，甲恁讲一个故事哦，就是困的时阵毋通。就是讲家己有迄吹啥物烧气，就倒伫涂骹是创啥无要夹皮，无你得甲乌边共款，即摆变做即种遮尔好听的声音。好啦，咱讲废话伤济，咱来欢迎今仔日的出名人，欢迎。我家己先嘟嘟嘟嘟嘟嘟安尼哦，是免啊，免嘟吼。家己准备音效就对啊。哦，嘟嘟嘟，大家好，我是阿聪。你毋是讲我音唱无准，你嘟看卖，看你。我毋知你是咧嘟啥物。嘟嘟嘟嘟嘟。我家己发明的歌，敢袂知。嘟嘟嘟，是咧嘟啥？我讲无。好，莫过来啊！教啊，教啊，end 落。咱是教育节目咯，教育节目嘛是。听众朋友大家看咱的标题，甲听伊的声知影，这就是咱的阿聪啊，又搁转来咯。无毋对，阿聪过来咯。我真情再来，恁搁找我来要创啊？无啊，因为你即摆无共啊，你有无共的身份呢？伫节目内底讲的物件，即摆已经完成生出来啊。对嘛，邀请你来介绍一下。顶届是流浪汉啊，吼。顶届是，即马算有厝啊。即摆算无啦，迄当阵嘛还未流浪咧啦。哦，还未流浪啊，对。啊，是咪唱一条流浪到淡水？有缘无缘。我感觉你这讲的定定迄个梗袂歹。你爱唱落，你先唱落。很幽默的停战这样子。你先唱落，你才会使继续接。我袂啦，紧讲啊。明仔载代志还未传好。奇怪呢，这个人来咱兜毋唱歌，你敢毋知阮是一个歌唱的节目？啊，真嘅哦！你歌唱节目找我来要创啊？啊，你之前讲要下弦啊，结果阮偷偷去找你的时阵，你讲你弦啊炸断去啊？炸断去啊！啊，即摆你来啊，佮叫伊唱歌，你嘛啊？你唱歌都要弦啊！袂效果子啦，毋爱唱啦。啊，无点你嘟嘟嘟，哇，伊拄则有唱，会歌词的咱要安尼拉到节目结束就对啦。阮就是一个开讲的节目啊。是。对啊，而且今日就是要邀请你来开讲，你的开讲节目。来讲我会开讲安尼。对啊，好，安尼听众朋友应该就是有看到宣传是啥物，就是阮阿聪啊，伊即摆有两个新的节目啦。是的。对，但是拢是伫咧讲一个 YT 的频道。拢咧网络。哎呀，我一世人我袂晓念这个。你就想讲网络，你就想讲网络就是网仔你行的路，我行的就是网仔的路啊。我今日无声，听众朋友恁看我后边就是安尼，遮尔可怜。你头拄一开始是咱讲要介绍我的时阵，开始唱片安尼。我就听到一个做感动的啊，感动会爱哭一个，爱哭一个，人毋是你哭的阵拢会安尼。拜托，紧甲阮介绍一个啦。哦，阮讲要互你甲你介绍。好，乖，听众朋友大家好。我即马吼，伫个网络顶头，你先讲有一个两个节目，对，一个就是 Podcast。虽然是用听的，但是嘛会使用看的。对，因为录影啦，毕竟阮阿聪啊是一个网青，伊的面一定伊的形象一定爱安尼公布出来。网红做网青哦，对，网青、网红拢会使。网络顶做青的人，甲网络顶做红的人安尼，看你是要网红啊，是要网青。我们咧网啥拢会使。下面咧网袂着啦吼。网啊，过来，我嘛讲一个尔，过第二个啊。第二个就是
阿聪现主席，阿聪现主席啦，倒诶，即个叫做行动的厅的啦，客厅啦，行动的客厅。好，咱先来讲 podcast 好啊。好哦，因为你拄仔讲着讲，恁的 podcast 除了有声音会当听，但是佫有现场的影像会当看。安尼，就是你透过共款是一个访谈的节目嘛。是的。啊，甲你进前，你原本的节目听起来两种是完全无共款的。差不多。哎，但是性质差真济，所以准备起来敢拢无啥物精差。嘛是差不多啦。不哩个题目敢若较趣味。阮较早拢讲诶，较无聊。但是较早是，譬如讲你一个人问问题，还是讲因细人，你讲啊，你拢爱想无共款诶人，你想讲安怎对应？但是即摆是一对一。要问的问题啊，佮讲要讲物件，你感觉讲较多就是会较深嘛，是讲方向会佮较宽。应该是安尼讲啦吼，较早拢对新闻咧行嘛。对。比如讲佩洛西若来啦，还是讲迄个普丁他甲佫歹去啊，佫插袂着，佫咧讲迄核设施啊，啥物有诶无诶啦吼。就是拢讲这嘛吼。阮即马咧网络顶头呢，讲一寡较生活诶、较环境诶，对台湾较有帮助诶。比如什么帮助？你知道？我来请教两位主持人。恁有偌久毋捌看过田呢？田呢杯。我嘛是讲田衣啦。真侪人讲田呢啦。呢可能是地方的腔口差别。不要紧，不管是田呢还是田衣。还是阮中华人定看，所以我 OK。你中华对？湾林吗？湾林。阮湾林后壁有田呐，所以无即个环。记啊，你对人。桃园哦，因迄机场遐无。桃园可能无田衣哦。阮兜头前有田，较顶有啊。像阮昨就去迄个阳明山，去一个叫做帕米尔公园，毋捌听诶吼？毋捌听诶吼？我毋捌去过阳明山。阳明山你捌去啊？毋捌。够好耍诶。无嘛会使去遐浸温泉。你也无爱招我去啊？我无车，你都参我桥倒摆起来。好啊，那有啥物问题？桥倒摆。重点是讲去阳明山叫做帕米尔公园。是。帕米尔是啥呢？帕米尔就是咧新疆，毋是派米尔，不是安尼讲的。一个高原。你嘿高原啊吼，这边就是青康藏高原嘛。对。搁较迄边诶，就是叫做帕米尔高原。1949年诶时阵。国共内战无，国民党去共产党拍甲稀咧咧无，一直走啊，走到新疆，剩迄个所在尔，其实袂使讲新疆啦吼，对中国来讲才叫做新疆。总是就是讲共产党拍算要屠城啊，甲所有的国民党呢，全部拢要甲杀好死。所以因咧剩的一寡迄个久伫咧新疆遐个人啊，就听讲系啊，紧走。要安怎走？因为规个中国拢叫共产党拍落来啊嘛，所以因只好呢跨过帕米尔高原。死伤无数，寒死、饿死、喙焦死，这款拢好不容易经过帕米尔高原了，可能死一半以上啊。再个走去印度，再个颠沛流离到新加坡，落尾再来台湾。台湾因算上尾一批。来台湾的嘛吼，所以嘛无所在通去，就去咧外双溪搁较起伫顶头遐，咧风柜嘴下骹一丝丝来尔，就成立一个就是聂雪同志会。因为较早读去苏武无？无牧羊。苏武牧羊北海边啊，有啊，南妈有讲过啦。苏武我无听过呢，爱吃豆腐。唔知应该你推用变做教育电台啊，叫做苏武啊，毋是叫做聂雪吞毡，无物件通食嘛，伊甲匈奴相战啊，匈奴就迄落甲苦毒啊，就只有迄雪啊，吼，淋迄个炭啊。辣的，怎啊甲吞落来叫做聂雪吞毡。所以因遐就是变做做一个聂雪同志会，就表示讲迄段历史足恐怖、足困难。就是要纪念就对啊。重点拢毋是这啦，重点是田衣伫倒位。重点就是咧因遐田衣到底伫倒？有台北市上重要的田衣的所在。
所以阮就走去遐录 podcast。讲田园较会拢无去啊啦，是，要安怎看会着啦？啊，田园有偌重要安尼？要安怎富裕啊？吼，要安怎互咱的环境更较好？生态议题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恁敢听出来，就是咱的岛的 podcast， 因是透过深度的访谈，啊，还有去现场，走去现场的环境内底来去收现场的声音，无论是时事还是啥物，就是要互恁听看卖，就是岛上的各种故事，而且还会有环境的议题，嘛有一寡生活的议题，嘛有政治的呢，咱会使讲政治吼。会使。好来讲一个台南88층到底是啥物代志啊？那若袂使，我就甲加掉。这就敏感。希望讲就是用无共款的形态，甲这种话题就是公布出去，因为其实讲真，即马就是做这样咧做 podcast， 但是就是各种形态拢有啦。恁的就是较宽博，较是走户外，我感觉，因为一般 podcast 拢是较室内嘛。对，恁做 podcast 无亲像阮遮爱走的啦。对啊，就爱佚佗的。因为一定有迄现场的环境音爱克服啊。阮毋明仔载啊，7早8早6点外就要按台北出发去台南，讲88层。真的所以头段是咧预告就对啦。伊在预告，感伤服务时间还未到伫后壁呢。无啦，我等就是讲哦，阮要讲迄啥咯，炉渣啦，客家遐，台南客家遐，迄偌可怜的呢，迄田拢去用迄囥迄个做炉渣，我台语实在袂晓讲，迄就是包括焚化炉啊、炼钢啊、春来迄款物就是底渣，泡啦，就是叫啥土炭泡。土炭、烧炭，就是迄个，就是重金属这款物件。对，大家田内底呢，一个有害物质啦。顶头就种款，比如种番麦，种玉米啦吼，袂使讲番麦，你知为啥袂使讲番麦？番这个字啊，讲玉米啦，玉米，种稻啊啦，种啥吼，绝对有污染的嘛。对，所以就是地方的恶道。甲迄个说迄个不孝的业者，可能也有政府的放任，造成咱一个土地污染安尼。虽然要来去挑战一个，若是环境，但是佫有地方，佫有就是遐个发展的。我毋是敢若讲迄软小小的呢，软小。你这是讲阮吼，对啊，阮就是一个歌唱节目。免惊，对不对？是一个歌唱节目。你第几条话你啊？第2条话我对啊。你甲伊问一下，你对，我想要问讲，就是我嘛有咧看，就是恁的 podcast，就看到迄个机器，想要问讲，就是你做这个节目，敢有去学迄个机器要安怎操作？有啊。学的过程敢有发生啥物趣味的代志？学足久的安尼？学足久的哦，18般的武艺拢甲学起来了后吼。结果看你拍影片拢无用到，有啦，片头咧。2月这啊，阮妹妹呢？迄拜托，迄你进前爱设定偌久的呢？你都毋知啊？所以你设定设足久的。你个听众朋友啊，你个比较看卖吼。我即摆个要来甲阮攻击啊！我即摆声音，甲你过去听这个我们的岛 Podcast 的声音，无共款啊，绝对无共款。安怎讲你知？因为吼，迄声会使调一啦。对啊。所以伊就甲我中啊较。偏低即个声吼，甲调较敏感，放较大咧安尼，扩大一个安尼。所以这声都较有磁性啊。你会使讲话时阵就安尼啊，安尼伤假。你无可能讲1点钟拢安尼讲。对，讲话乌龙的呢。18般武艺拢学起来了。结果录音无甲切落。结果我问迄个台大地质系的、地科系的迄个助理、副教授。讲迄个是安那土耳其地震才遮严重，是。我问了啊，我就进去问迄点样讲，你拄都有录着无？有啦，是咧创啥？一直问，我无饲迄个瑞科啦，无好你加在阿弥陀佛做有保庇，以后有录着，无我就死啊。所以讲一个乌龙啊，毋是啊，咱来处理足侪代志的啊，对不对？我若无像恁2个姊啊遮厉害，对不对？佫会使操作机器，佫会使访问，佫会使想这有诶无？哪有你啊厉害？你佫现场表情管理，佫爱做表情，做好歌，佫爱创啥？我若无像你啊厉害啊！我即摆拢无啥敢做表情，你今个去用做表情包，是啊，那陈信聪个翻白眼啊，个表情包呀。对啊，
我澄清一下，我正经无咧翻白眼，我咧想代志，毋知安尼眼神飘上右上方安尼，看面顶啊，结果去互认为做你咧翻白眼。所以就是安尼啊，爱学足久的啦吼。迄台其实袂歹，阮一开始也无钱通买，所以拢用镭的，拢甲迄个公司节目播镭。就是主题之夜讲啊，姐啊，拜托个啦，就一个啦，一礼拜就4、5摆。人伊一礼拜了不起6、7摆呢。咱连工嘛来，就是甲因招。你嘛会使来甲阮招，但是阮定定爱录，所以应该袂招恁安尼。阮去恁遐录啊，人去就好啊，录了随走安尼，该使。会使。啊，当时要找阮去上节目。请问2位在环境议题上有什么贡献吗？我是一个环保的小天才。我家己准备系食饭的，对啊，我买分类啊，粪扫我知影出去买分开啊。物件，家己炸茶啊。不离过迄白沙屯妈祖才拄转去尔吼。拜托的，明年大家若要对即个白沙屯的妈祖吼，爱炸家己的环保碗筷。对无？啊，你一工上少省2副，对不对？卖污染环境。甲抢来摕碗碟。阿婆也无欢喜呢。阿婆你知影啥啦吼？姓林，你毋知？我知。林小姐啊，我知。林小姐会不高兴呢，对不？你若讲炸环保碗筷，伊就较欢喜。你若要甲软脚骹，伊就互你软安尼。好，安尼咱继续来讲，拄则有讲到第一个节目是 Podcast， 对，咱迄毋是咱的竞争对手，因为咱比袂过哦，人这排行榜哦，拜托。前100多，然后过来就冲 Number 3，摕出真心向前冲，什么拢会当唱。我来落来。哪开始尔啦？昨我在咧查 Number 8。哦，无要紧啊，迄就是得失，迄个心得失心。你个是咩喏？阮这拢无人知。进步啊，那才有进步啊。对啊，多谢你这我前100多的，过来上阮这个无名的节目。有啦，你哪会无影啊？足感动的，阮这无名的节目。有啦，真有名啦。拄则有听到讲，就是另外一个节目号做阿聪现主席。是的。现主席听起来，咱台语拢知影是什么意思？咱现主席到底要创啥物呢？通常爱搁拍一个刀啊，一刀一把，开始发嘅，靠杀气安尼。对，听到这个现主席，就是你的华语字是写现主食。现主食，煮物件迄个煮。现在正在煮的时候。时候。就是即嘛当咧煮的时阵。我看的节目介绍就是讲，恁伫咧车边会揪一个布棚。刀啊、椅啊、沙来摆咧，是的，咖啡甲敲落，是的。对，当伫现场就是邀请，就是遐个居民来遮个行动，客厅甲恁讲一寡就是环境的代志。是的。想要问讲，阮要问个奇奇怪怪的物件，阮的重点咱甲别人无共款。恁的节目偌精彩，听众朋友恁家己去看吼，阮拢问一寡较浅的，就是阮要讲，就是有朋友甲阮讲，你的迄片头足趣味的。你当作是一直走，啊！你拍迄个影片的时阵，一届就甘，一届就成功。迄偌可怜诶，迄我不敢讲诶，即样当作笑诶，你知道？迄我家己迄我足见笑足歹势。哎，我讲话偌可怜啊！阮这也无甲加甲半个人，拢家己来呢。摕一支迄个 GoPro 诶，Insta 360迄啊。家己去迄个买一尾无锅鱼啊，买迄个红菜头圆圆啊，买迄个啥碗糕啊，香香的金蕉的啥碗糕啊，迄间佫落雨，凄风苦雨，我是讲凄风苦雨上赞，你知为虾米无？无人啦，我一个人哦，孤单一个哦，咱若讲安尼，也毋捌看过啥物世面也会惊，一个人走去大湖公园，摕一尾鱼啊。拄啊，遐佫一个，我想袂记是孙中山啊、蒋介石的铜像，敢若孙中山那款。你遐一个人掠一尾鱼啊，一直走，你录几遍？结果我想讲，无啦，录2件，我就紧走啊，见消息。我是讲透风落雨，应该无啥物人客去遐佚佗。结果人有够济，咱台北市用人有够济。大家拢咧看讲，即个可能阿淡仔空不哩走来走去啊。佫一个人摕一个迄个摕一尾鱼啊，你遐翕安尼。你伫咱公司楼骹走的时阵，够风快着？
有啊，公司有真侪看，但是我公司迄阵啊是还有其他的同事斗翕嘛，徛伫边仔看，人一看就知影你咧拍片啊，对，你家己一个人摕一尾鱼啊，去公咧大湖公园，你无感觉足奇怪？奇怪，咱无去互翕着啊，爆料公司咧。对，嘛是经验。你当初是看到卡本的时阵有啥物想法？就是这个片头的卡本，对啊。我来主要拢是迄个导演或者刘启玲啦，导演想的，拢厉害啦。对，所以会合吧呢。所以你看到卡本的时阵，你敢有想到讲什么标检管理甲发行管理的问题，还是讲你已经放弃啊？注重放弃自我啊，无包袱啊！你像进前你来上的这部的时阵，迄当阵你转去了，听种朋友拢讲哇，迄信聪兄伫迄 Podcast 面顶讲话的形象，甲伊你伫节目的时阵差真济。我拢讲无啊，我讲聪哥私底下就是安尼。结果你即马伫现主持啊，搁有伫迄倒的 Podcast， 你就较像你平常是阮看到的你。就是放弃自我后，甲放弃自我前啊。都毋是伫，有一个偶像的牌啊，你已经甲伊放下。无啦，袂使安尼讲的啦。毕竟迄个有话好说嘛，是算公司一个不离啊重要的节目嘛。对，你袂使的啊，你都算讲你要放弃自己，你嘛袂使放弃公司啊，对不？是啦是啦。网络顶头较无共款啦。对，但是网友毋是伫下骹讲做厝边，希望讲电视面顶会当播。甲大家听众朋友报告一个啦吼。对要就电视3月19是安那经3月19，我也想拢无。319枪击不319的时候呢，咱这个。本来伫网络顶头、网络顶头即个阿聪现主持，就要伫个公共电视主频电视顶头播出咯。哇，恭喜！但是我看你礼拜下晡5点半咯。但是我看你有诶片长超过30分呢。加30分就好，加简单。就阿聪讲话来加条。想要看迄无加过啊，是讲迄个 NG 幕后诶迄敢会囥起哩？无啥物 NG 啦，那 NG 啦。幕後的迄一寡片花，你去加掉迄個。聽種朋友恁知影，就是伊今日要來，就是阮就是因為烏邊今日腦也無爽快，可能call電話講。是安那你無爽快，才招我來錄節目啊？我咧想攏無奇怪，看講啉是啉了安尼。無啦，講咧，信聰啊，講我今日無爽快，你來錄節目。無啦，聽種朋友，阮就是想講用即個愛邊的政策，伊就是無法度記住，伊若甲我記住了，我來講，但是我人年都艱苦的，你敢真正袂使來甲我鬥相。艱苦，你就咧厝誒休困就好啊。我認真啊，我要錄節目啊，我想要宣傳，我想要宣傳咱的島甲咱即賣阿聰現主席啊。感謝你。你來考一下。我這想目睭仔會靠袂住。互相宣傳啦。好，過來就是要問講，就是佇咧外口迄阿聰現主席，親像我有看迄去中華迄風灣蚵仔迄，對，因為遐海風就透誒。請問就是咧收音啊，還是就是你咧現場咧錄音誒？你誒拿後敢有需要較大力安尼？哎呦，愛做大力咧，做大力。所以即擺哪有要緊無？還好啦，還好。即擺是我較要緊。我看你愛去食藥啊。我這樣子講。即擺普拿疼應該沒有啊吼。有啦吼。我無去看醫生，我是聲大發炎啦。好啦吼，安尼辛苦啦吼，為着咱即個國家安尼付出遮濟。不過海邊啊啦吼，其實我去風灣真濟屆。嘛落去考田嘛，幾落屆。所以知影講迄海風有影足透。迄了超吹半點鐘，頭殼就足疼足戇誒啊。對啊。因為我迄陣啊是足寒誒時陣落嘛吼，就寒人誒時陣，也無啥物日啊。對。迄一工翕轉來了後，拍甲烏索索，你知影？阮某險袂認咧，我講真冇美人安尼。而且你迄工迄個囥出來，因為迄當陣直播誒時陣有先囥一寡形象誒相片啊，迄囥出來。大家攏伫遐笑，伊就講啥甲我囥一張遐歹。攏甲我囥吧，我講，我總算知影講是安那，足少迄個查某的主持人，還是藝人吼，去海邊啊翕。迄翕也敢若小婆的安尼。恁攏叫炸掉啊！查甫的無要緊啊，無人要插你啊，對無？袂啦。迄頭毛安尼刺起，剃掉就好啊，剃掉。啊，無加載個幾支啊毛安尼，無飛袂起來。像柯師傅去遐較方便啦吼。哦，你來看呢？
我有看伊摕医疗出来。你伊讲毋免整理发型啊，你毋通安尼，你买啥剃掉啊？我差不多啊，我讲几年就免剃啊。好啊，就是安尼啦吼，迄不利亚好耍啊，海风实在足透足透啊。啊，你看咱敢若去半工一工尔，就艰苦坐挂。对啊。迄人迄一世人拢靠海咧食青的人呢。对啊。靠海人迄要安怎对无？辛苦。所以像迄海陆迄一帮，伊有甲你讲倒位爱包起来，敢若一两蕊目睭黑啊。迄敢若恐怖分子诶。因为表示阮有认真咧看。是的，感谢两位姐啊。恁迄点诶拢点。赞。看迄瘦啊！啊，你想要问讲，就是咱拄则讲到迄现煮是即三字现煮食，现场拢是观众煮互你食，拢有呢，拢有，你敢有煮？有啊，我也无看到你煮啊。问仔载，阮去邻家，嘿，传迄个邻家迄个月之界，大家知啦吼，二地形啊，看起来寸草不生，迄个敢若侏罗纪公园即款的吼。换你煮，换我煮，你其实遐吼，出产足侪物件。是，譬如讲竹啊，竹笋，啊个一寡竹艺品，啊个蝶豆花。所以就是会竹啊饭。蝶豆花台语要安讲？毋知，阮查。蝶，你就讲叶啊，是买叶啊嘛吼。一定有一个词通讲啦。但是伊是蝶豆的花，毋是豆花吼，所以阮都清楚是蝶，即个物件叫做蝶豆，伊开的花叫做蝶豆花。即个时阵来小可工商节，咱前一个月是2个月，阮有伫咧 IG 啊，个 FB， 就是台湾有一个食物学会，啊，个有一个就是学者伊写的一本册，啊，有人就是用迄台语汉字词典甲伊翻过来，所以其实你伫迄个所在面顶拍讲啥物会，伊会甲你翻，伊会讲其实伫咱台语的时阵是安怎讲的，是，对，啊，即个网站阮会放伫，安尼，我会放伫即个链接啊。啊，你若知影蝶豆花台语要安怎讲，拜托甲我教一下。我传讯息互你。所以重点就是讲迄个邻家迄个所在啊，出产足侪物件的。迄毋若讲迄个植物尔啦吼，农作物啊，生态嘛足丰富诶。还有迄个石蟹獴啦、穿山甲啦、水鹿，你敢知？水鹿、水鹿啊，足大只迄款诶我知角安尼迄种嘿。你拢看会到呢？啊，所以就是重点就是讲啊，阮去安怎啊，所以炒一粒竹笋互大家食。竹笋炒巴西，炒肉还是炒蛋安尼？蛋毋知买有啊，买无？较贵啊。这议题较敏感哦。本来是讲买迄竹笋炒蛋啊，我惊伊蛋买无。你讲到能力，就爱先说拍广告啊。咱的倒的 podcast 上线一集就是你讲欠两个代志。两时啊，要欠我头拄在咧加这。对，你看是毋是？你看你靠要问我两时啊欠加。无，阮是一个开讲的，阮是一个。你会使问我讲要去倒再买有两啊？其实你有钱就买着两啦。但是买足贵的。啊，你毋是啊？你拄则毋是讲买有两啊？我有钱就买有两啊，130块的两拢嘛买得着。你爱对迄个陈其忠的后壁你都买得着。你是毋是有甲搬上啊？以上的发言拢无代表台语台的立场，吼，拢担心中本人的。听众朋友，你若有问题去咱的倒遐找伊。这段加掉。无要教，阮就是原陈其忠听到伊，我甲伊足好诶。大概拢咧后壁。我帮你甲迄个名逼一半，陈吉逼，安尼会使啊？还是咧逼中？拢会使，逼头前嘛会使。逼集中安尼。好啦，所以我想要问讲，就是你头拄讲你会晓家己煮嘛？啊，煮的物件是你就是出发进前就决定，还是你到迄个现场想讲有啥物食材咧？现场来煮的呢？你本身就会晓煮食？哎呀。我外口煮诶，你外口煮咧？外口煮诶。反正袂我甲恁讲一件代志，伊伫伊诶节目泡咖啡互大家食。伊顶个两个节目嘛讲，伊伫隔壁栋有啥，要有现哪有啥。阮去毋知几届，啥物一滴水、一粒盐、一粒米拢无输着。今仔想讲，阮已经提早甲伊邀请伊人要来，可能会炸一个啥物件。伊迄工伫迄网络顶咧直播的时候讲，哎，我从现煮是即个咖啡包。送咖啡豆哟。对，你看，结果你看，阮内hen一粒泡。拢无看着，听种朋友啊，这就是人生的现实啦。网络面顶甲你安尼骂一骂的，迄可能拢是甲你骗的。无啦，实讲，查甫人讲的话，听听就好啊啦。男人的嘴，马桶的水，这个太假，这可能您喝马桶水，不听男人嘴。
这敢有稻谷啊，好，查某人的喙，马桶的水，有呢。好啦，好啦吼，听我讲啥？决定要你讲啥物啦？决定啊啦，你临时临了哪有可能？哦，所以实在嘛是家己早起的。是啊，像阮迄落去对，对，是啊，报出未？啊对，报出啦。嘿，家己青埔，你敢捌去过青埔？无呢，闽阳乡的青埔川。无。闽阳是闽阳你毋知？还是闽乡？你讲有几啊厝遐？闽开毋是几啊？大树爷啦，你哪讲几啊厝？大树爷啊，哦，大师爷，观音化大树，闽乡迄是民雄，民雄，嗯，哦，啊人介雄安尼，是民雄，闽乡树海。民雄，哦民雄啦吼，嘿，我想讲啦，青埔，啊是迄种。迄种黑水虻啦，黑水虻是学名嘛吼。嘿嘿嘿。啊，我们讲，黑水虻台语免怎讲？人讲，我跟你讲，迄就无好听，我做西客个糖。啊，西客个糖。你要食无？我请你好无？免免先免。啊，还佫有诶，我为佫一包诶。黑水虻酥。啊，刚好食，食起来啥物款的味？因为伊无掺一寡胡椒盐啥，用煎诶，有酥，用烘诶，用烘诶，烘诶较会酥。哦，伊敢是煎，佫烘过烘诶款，袂歹食啦吼。啊，重点是拢嘛去遐，嘛是拢煮啊，对毋对？嘿啊，啊你无可能讲临时讲个，还是煮啊，掠两只鸡来台。阮个去遐捡鸡卵安尼。拢爱讲就好啦。所以你迄鼎啊，甲迄煎食，敢是你平常时用顺手诶？无，拢无顺手，拢新诶。所以拢旧诶，拢煮一个失败地，当讲啊无啊，这我无下用啊。有影。我替你想好啊。叫做袂晓使船嫌溪湾对无？嫌溪湾，放酒袂煮，佮嫌马桶歪啦。你这拢知影这个代志啊？我已经知影你想要食啥。甲你无内在，佮嫌鸡丝歹。有影，这拢鸡丝的问题啦。这是一个迄车的广告，你会记你会记哦。对啊，啊嘛有迄个来宾煮嘛。对，啊嘛有我家己煮嘛，啊其实煮毋是重点啦，重点是安怎要去遐，啊是安怎要讲这，啊出啥物代志，啊要安怎解决安尼。对，其实我感觉即种袂歹，因为就是恁结合有淡薄仔像 vlog 安尼，你就是翕你去现场的迄个生活，你甲你遐居民，伫你若食饭若开讲，但是恁开讲的议题有淡薄仔重。但是恁阁是一个足轻松的气氛，你讲即个沉重的话题，但是有一个反差萌，对，安尼趣味啊。你知影阮去迄个大雪山无？嘿，大雪山2-3千公尺，对，迄较悬的落雪迄个所在，看枫红，就我知哦。听众朋友，即集一定要去看，因为后壁 NG 做，后壁片花毋是 NG， 伊无 NG， 迄嘛算 NG 啊。迄无算 NG 啦。迄就失败啊，个一届。对。后的片花足精彩诶，我伫遐看我气落的像我，创啥？个尾啊，好你加在后壁有甲迄片花加入。系啊，无啦，重点是讲迄个大雪山赏枫红。饭啊叶，饭啊叶，饭啊，饭啊，饭啊叶哦。对。饭红。对。啊，饭红，听起来怪怪吼。饭红，枫红。然后呢，自己煎松饼。然后配枫糖。吃甜柿。去啊！去啊要创啊？讲气候变迁呐。讲迄气啊也袂甜，风也不会红。到底咱的地球出啥代志安尼？讲一寡地球暖化。你若讲地球暖化、气候变迁，贵要插你哦。咱只好用片嘛，用情安尼啦，用片的迄标题骗人法安尼，先甲你骗入来，这个乖你看内底的物件。袂啊，但是真正是介趣味。听种没有，阮今仔日就是真正是。足浅的，甲即个物件就是安尼小可甲你讲者尔，就是希望讲恁今日听到，就是阮开讲这安尼嘻嘻哈哈的内容，去对即个物件有兴趣来点入来看，甲你成一个，好来搁一届来工商认真宣传一个，来。
不错，要穿你是招亲吗你宣传啊，你工商啊，来，我有结婚啊，袂使。宣传你的节目，宣传你的节目。好，听众朋友啊，吼，感谢啦，吼，感谢咱台语台啦，吼。对。阮即马伫咧网络顶头呢，有两个节目，一个就是迄个阿聪现主持，阮拍要完啊，拍要完啊，12集嘛吼，一季12集。是。数落来已经毋知要搁安怎落去啊，嘛无钱嘛无人啊吼。较有较定。一季12集拍完就无爱搁拍吼。但是即马已经搬差不多7集左右啊，6、7集啊啦吼。1月初5开始播。逐礼拜4暗时9点，就在我们的岛的 YouTube 上面。逐礼拜4暗时9点，就伫咧咱的岛。对。毋是恁的岛哦。是咱的岛，大家拢会倒安尼，毋是？咱拍就水倒，无见两个节目做会倒。网络顶头咧 YouTube 顶头吼，搁迄个 Podcast 吼 ，Podcast 一个是固定礼拜暗时9点，是嘿，在各大 Podcast 平台，对，另外个不定时的，然后当时拜三，有当时拜四无一定啦吼，会再次的那个更新了呢。个换一出呢，拜三啦，莫拜四啊，拜四甲阮。小拍对啊，阮9点呢。无紧，好听，阮会听了再去听因的。好啦，阮拢固定5点啦，阮无迄就是无定时。好，就是这两个啦吼。拜托大家吼，爱收听、收看、订阅或是收藏，然后分享，按这个小铃铛。我大概拢讲小叮当啊呢。要按小叮当哦。算拍广告，大家听到没有来？我甲你教一个，就是较简单的讲法，就是你讲啊，信聪奶奶啊。信聪奶奶。对啊。无啦，我其实也是想要做迄阿聪奶奶。阿聪奶奶。人都自欺欺欺啊！我嘛有甲志奇讲啊，我要抄你哦，伊就讲好啦，互你抄。伊做认真的，伊的三大的数量甲伊的迄真的是惊死人。但是团队就侪人了。对啊，哪有像咱？无人，无器材，啥物拢无。对啊，恁安尼一个团队去，有一粒歌，团队去差不多几个人啊？我看迄幕后的工作名单，敢若11个。11个是佫包括讲后济工读生啊，临时工安尼，做一个美编的即款的啊。对。你若正经讲，就是我嘛吼。出去的时阵。出去吼，伊来规划的东西是制作人丽萍，伊就无用的嘛吼，就是在这2个节目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。讲台语，你是毋是袂记得？伊丽萍，伊嘛吼，鱼嘛吼，伊丽萍，伊是即个节目的制作人，是足辛苦足重要的。对。但是出去了后吼，就是我。对。导演我拢讲伊叫做奇迹导演，那有做奇迹呢？那就是叫奇迹女，伊是奇迹导演。7台机器啦，伊一个人7台，一个人7台嘛。哦，安怎讲你知道？3台就是较标准大台的摄影机嘛，吼。1台即马较流行迄个 Insta360，会使翕360度迄款的。倒顶1台 GoPro， 安尼几台啊？4台。你算小，你国中数学有够5台啊，对不对？佫空拍机6台。4佫1台是啥物碗糕？我无紧啊。敢若是相机还是啥？反正就是无啦，家己做司机啦。迄台车伊的啦，所以奇迹导演7台机器，包括迄个司机拢伊嘛，佫一个算伊的助理嘛，阮基本就3个。那你若较大场的，伊爱佫请一个迄个摄影啦，了不起4个5个。5个人就会当安尼。无，我看差不多平均拢差不多3个4个尔。3个4个啊。但是事情遐安排佫有来宾迄嘛。拢是是，对啊，爱沟通。其实迄就是幕后嘛，是佫有团队爱你运作，但是现场你做工课，差不多4个5个了不起啊，安尼真厉害呢。因为下骹我有看到一个留言啊，伊就讲哇，恁11个人会当拍出这么优质的影片，无简单啊。确实无简单，因为人经营足少的，但是是毋是优质吼？所以你明年就要去龙奖。你爱看有入围无啊？你爱看你有要报名？报名一项，报名一项就一个钱啊！你爱先甲迄个经费。报名爱钱。报名爱钱，你毋知影？哪有人安尼啦？报名爱搁钱，啥物报名？报名爱钱啊！迄天毋是有一个创作者，伊讲我
等偌济落去，一项拢无安尼。我无啊，咱也无钱啊，要咱报名，这样不对啦。报名爱对毋对？报名那就爱钱，你讲恁报名一项偌济钱安尼啊？譬如讲你共一支影片要报无共项，就是那像是无共款的钱。哈，因为毕竟因是家己一个团体咧做呀，伊嘛是需要经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因为电力爱钱啊，对啊。讲的是有影，但是伊会使摕其他业配啊，迄什么分润啊，对毋对？哦，你若讲报名爱钱，伊就减少就侪报这名。就是咱无法度，无一定啊，对啊会当迄增加迄，无咱找迄歌词来讲一集好啊，讲这好啊，感觉会对。伊即摆无，无啦，无嘛，爱互咱外卡，对毋对？哦，外卡，对毋对？咱算讲较特别，咱算尝清楚诶。所以你爱去找错家呢？你爱迄落啊，敬老尊贤啊，是毋是？咱无贤嘛老，对毋对？哎呀，你无打个折。好啦，咱好啦，歌词甲迄个还有字词嘛，对无？对。哦，爱小参考一下啦吼。我啊分一个外卡，对不？老年鼓励组的即款。老年鼓励组免费安尼。对，咱算传统电视要跨足这个网络新媒体无简单呢。对啦，你爱讲鼓励啊，爱讲提拔啊。我这甲伊教出来啊，藏伫迄。对，喊动啊，甲因take个。你来讲，聪哥向志奇瓜奇喊话，拜托给老年人一点机会。伊连咱到时要孙咱人拢甲咱笑好啊！伊等问我聪哥是啥物人？聪哥某物人？你会使去查我们的岛。然后结果就转来上台家己。好，听众朋友，咱今仔日访谈真欢喜，到这结束。真欢喜，感谢聪哥。好啦，感谢阿聪啊啦。对啊，恁这真收听安尼。好啦，祝福两位主持人正宫康泰啊哈。你嘛是，常常照顾我安尼。对啊，爱照顾家己的身体，才会当继续拍落去。无论是后一季会发生什么款的代志，咱就甲继续拼落去哈。继续看下去。好，收尾，好，收尾。那呢，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的收听。后礼拜请继续收听出名人，请教问，来请问，多谢大家努力。加讲愈解，但是你学白调啊。伤假啦，开始啊，巧好就好啊，啊，就要愈。咚咚咚咚咚咚咚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你音无对哦，你也袂使出来啊！哦，拍摄，哦，要登记一下，定来，免定来啦，无紧继续就好。后礼拜请继续收听出名人，请教问，来宾来请问，来请，你来请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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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继续加油。